2026年2月13號，一則入稟高院嘅消息喺港圈炸開，唔係聲明，唔係律師函，係直接告上法庭。而親自落場嘅人係千億豪門繼承人李嘉誠，被告係邊個？周秀娜。仲唔止佢，5個 YouTube 頻道，甚至連 Google LLC 亦都被一併點名。呢個已經唔係娛樂新聞，呢個資本同輿論嘅正面交鋒。根據入稟內容，李嘉誠指控周秀娜自2016年起喺電影宣傳期間語焉不詳，引發媒體以搭上已婚超級富二代等標題大肆炒作。過去10年，相關嘅傳聞不斷發酵，甚至衍生出生仔等版本。2025年6月，周秀娜喺 YouTube 訪問裏邊再次談及被包養傳聞，令舊故事重新被翻出。而呢一次，李嘉誠唔再沉默。佢強調唔識對方，絕無關係。起訴係為咗釐清事實，亦都為咗保護家族名譽。呢個唔係簡單嘅澄清，呢個係一場公開嘅切割。問題嚟啦，一段纏足10年嘅緋聞，點解偏偏喺爸爸離世之後先至喐手？忍咗10年唔澄清唔回應，如今突然間撕爛塊面對簿公堂，李嘉誠究竟喺度驚乜嘢？佢真正要堵住嘅係八卦嘅嘴，定係家族權力同埋財富嘅裂縫？呢場官司背後究竟藏住點樣不為人知嘅真相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姐姐有嘢講，我係小 P。今日我哋要講下李嘉誠點解要告女明星？沉默10年，佢喺爸爸離世之後突然間出手，呢場官司真係只係為咗清白咩？第一章10年緋聞局。翻看周秀娜同李嘉誠嘅傳聞，會發現呢個並唔係一夜之間嘅風暴。早喺2009年，周秀娜初出道嘅時候，就喺訪問裏邊提到曾經受邀出席富豪飯局。嗰陣嘅佢，仲係憑借火辣嘅身材喺靚模界闖出名堂嘅新面孔，話題本身就係流量。2010年，佢推出咗寫真集，又傳出獲內地富豪嘅賞識，對方豪擲百萬為佢宣傳。每當媒體追問富豪嘅傳聞，佢嘅回應總係模棱兩可，既唔承認，亦都唔完全否認。嗰陣呢啲富豪同李嘉誠尚冇直接嘅關聯。真正嘅轉折出現喺2016年，有雜誌以周秀娜踏上超級富二代暴富上岸為題，大篇幅渲染佢置業做生意嘅背景變化。當記者追問係咪認識嗰位富二代嘅時候，佢只係講交朋友，唔會理會對方嘅背景。喺大眾嘅印象裏邊，符合年輕、已婚、豪門、低調、顏值尚可標籤嘅，淨係娶咗徐子淇，生咗2個仔2個女嘅李嘉誠。於是，一段素未謀面嘅關係被輿論強行綁定。周秀娜買樓買車被傳係李嘉誠所贈，周秀娜資源升級被傳係豪門暗中鋪路。最離譜嘅時候，甚至出現私生子嘅傳聞，直接衝擊李家最核心嘅血脈同埋繼承底線。周秀娜方面多年嚟從未明確認愛，亦都未強硬闢謠，多以清者自清嚟回應。而李嘉誠團隊始終冷處理，僅喺傳聞過火嘅時候發個簡短嘅聲明，從未訴諸法律。呢種唔承認、唔否認、唔對視嘅狀態維持咗近10年，直到2025年。周秀娜喺方健儀嘅訪問裏邊，先首次正面否認被包養以及認識李嘉誠嘅講法。但奇怪嘅係，澄清之後，故事並未止息，緋聞仍然喺度流轉，標題仍然喺度更新。既然佢已經否認，點解李嘉誠仍然選擇告到底？或者喺佢睇嚟，呢個唔係單純嘅流言，而係一場借勢操作。表面上邊否認，態度清淡；另一方面，團隊嘅頻頻與媒體互動，令到話題持續升溫。呢種若即若離嘅姿態喺資本視角裏邊未必無辜。於是10年沉默之後，佢選擇咗一告到底。再睇周秀娜，當年靠性感形象突圍，2013年開始轉型，2018年同合作7年嘅經紀公司鬧反咗面，對簿公堂，最終庭外和解。2020年自組工作室，隨後簽約古天樂公司，專攻電影路線。佢唔係停喺話題裏邊嘅 model，而係不斷試圖重塑職業軌跡嘅演員。感情方面，佢公開承認嘅男友只有髮型師陳偉成，但緋聞名單卻相當之豐富，從已婚嘅監製到藝人，
再到海外球星同埋韓星，其中不乏被當事人打面澄清嘅橋段。話題佢確實擅長，只係近呢幾年佢嘅緋聞明顯減少。上一次登上娛樂版仲係2024年，被影到同一名男子海外滑雪。當曝光減少，富豪傳聞反而更加容易被固化。而李嘉誠嘅提告，則令到呢場舊聞重新升溫。按常理，堂堂超級富豪要澄清流言，發個聲明就夠啦。但佢偏偏選擇咗入稟高院，寫得咗1000字嘅控訴。呢一步既強硬，亦都顯得激烈。於是另外一種猜測浮現，係咪有人喺背後推動？係咪商業對手借舊聞生事？又或者爸爸離世之後，佢唔再顧忌分寸，沉默10年，如今突然出手，呢個究竟係名譽保衛戰，定一次情緒失控？當豪門繼承人同女明星嘅名再次被綁定，呢場官司恐怕唔止係澄清咁簡單。第2章，緋聞點解總能夠對號入座？講句公道話，媒體之所以對嗰啲傳聞半信半疑，並非全無根據。李老闆過往嘅感情軌跡確實有跡可尋，佢偏愛嘅女性類型相當之穩定，外形出眾，身材火辣。而更加耐人尋味嘅係，一旦關係確立，佢往往豪爽出手為對方鋪路，開店、創業、資源支持，喐啲就8位數起步。於是當周秀娜憑身材走紅，又突然間拓展生意嘅時候，輿論嘅箭頭自然容易對準佢。先睇第一任嘅公開女友張允常 Lisa， 兩個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相識相戀。嗰年佢20歲，佢喺滑鐵盧大學讀精算，背景清白，成績優異。返到香港之後，佢原本喺保險公司任職，1年之後辭職創業。1996年前後，喺李嘉誠嘅資金支持下，佢喺中環開設明星髮廊，客戶名單星光熠熠，李澤楷、郭富城，生意風生水起。8年戀情結束嘅時候，佢已經擁有自己嘅美容版圖。更加精彩嘅係，分手之後佢迅速嫁人，事業卻繼續擴張。哪怕感情落幕，李老闆依然係佢幕後嘅股東。2004年，佢仲邀請當時仲係李嘉誠女朋友嘅徐子淇擔任代言人，商場同埋情場交織，布局清晰。2021年，佢獲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稱號，冇嫁豪門，卻活成咗豪門。第二段故事係空姐陳淑儀，傳聞中兩個人前任尚未完全結束嘅時候同遊日本，甚至李嘉誠同徐子淇交往期間仍然有往來。陳小姐辭職之後喺銅鑼灣開設高端嘅水療中心，據講背後嘅資金雄厚。呢段戀情維持咗3、4年，最終以半山物業加店鋪作為分手條件畫上句號。坊間更加有版本話，兩個人並未徹底斷聯。分手之後，女方仍然頻繁出入名媛派對、晒奢侈品、全球旅行，咁樣嘅生活節奏似乎唔止一次性分手費能夠支撐嘅。再後嚟係同徐子淇修成正果。有意思嘅係，婚前佢都為徐子淇打本開服裝店，模式熟悉，邏輯一致。亦都正因為呢種出錢鋪路嘅慣性，當周秀娜被傳同佢有關，公眾並唔覺得全無可能。咁問題嚟啦。豪門男人真係會在意緋聞咩？答案取決於時間點。舊年家族掌權人離世，臨終前將內地嘅業務交俾長子，香港業務交俾細仔，亦就係李老闆。家族信託睇似平均分配，塵埃落定，但權力交接從來都唔係簡單嘅數字分割，名譽、形象、公眾觀感都會成為籌碼。喺咁樣嘅節點上邊，10年前嘅緋聞仲只係八卦咩？當繼承同權力開始真正落地，任何模糊關係都可能被放大解讀，或者呢場官司背後爭嘅從來都唔只係清白，而有豪門新掌門人嘅權威同埋話語權。第3章，雙子繼承局，清流長兄與童話次子。如果只係將呢場官司當成娛樂風波，咁就太天真啦。真正殘酷嘅戰場從來都唔喺版面上邊，而喺家族內部。喺香港千億富豪嘅富二代裏邊，經常有人提起一個清流，李兆基嘅長子李家傑。佢喺英國學成回港之後，並冇即刻進入恒基，而係先係同友人合夥經營娛樂生意，等到磨過一輪鋒芒，先返到家族企業協助爸爸。90年代初，
李兆基放手等佢獨立操盤項目，包括遠赴美國德州收購樓盤。1985年出任恒地執行董事，1993年晉升副主席，專注內地業務。多年深耕北上廣深，佢喺人脈同埋資源上邊嘅佈局穩而唔張揚。2008年，佢牽頭成立百人基金，推動香港青年赴內地交流同實習。政經場合裏邊頻頻現身，佢幾乎冇花邊新聞。62歲未婚，喺富二代群像裏邊極為之罕見。傳聞佢年輕嘅時候有一段初戀，本來想畢業之後成婚，佢因為長輩請大師上面唔旺夫而被拆散。之後佢選擇不婚。佢喺2010年喺海外擁有3個仔，完成家族傳承嘅任務。低調、克制、無緋聞，呢個長兄嘅標籤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細8歲嘅細佬李嘉誠。佢加拿大留學之後，隨即返香港擔任爸爸嘅私人助理。1993年出任恒發執行董事，2005年升任副主席，2015年接掌主席兼總經理。除恒地之外，佢仲負責美麗華業務，兼任香港中華煤氣董事，守住香港核心資產同埋地標項目。如果話長兄係清流，次子則係港媒筆下嘅童話男主。2006年，佢同徐子淇大婚，傳聞花費高達7個億，被稱為世紀婚禮。之後1年一喜訊，2007年誕下長孫女，家族員工人人有份大利是，再添個女，再添2個仔，利是繼續。徐子淇被封1000億新抱，豪宅、遊艇、地皮、教育基金，禮單長到好似一部資產清單。四叔對呢位新抱嘅認可同埋痛錫，從來都唔掩飾。2019年，91歲嘅李兆基正式宣布退休，長子管內地，主攻綜合體，次子守香港，盯緊中環同新界，妹妹馮李煥瓊掌財務，侄仔李健文管酒店。分產唔分家嘅佈局，令恒基避開咗兄弟爭產嘅老戲碼。然而分工清晰，並唔等於風平浪靜。李兆基過身之後，權力完成再確認，內地歸長子，香港歸次子，信託平分，睇似公平，實則暗流湧動。第4章，家族棋局比緋聞殘酷得多。同樣嘅傳聞傳咗10年，點解早唔告遲唔告，偏偏等爸爸走咗先至告？答案藏咗喺3個時間點裏邊。2016年，傳聞初起，李嘉誠選擇警告了事，唔願意激化矛盾，影響家族形象。2019至2025年，李兆基仍然在世，作為家族定海神針壓陣，一切流言尚可壓控。2025年3月之後，爸爸離世，兄弟正式接班，家族進入權力真空同埋財富分配關鍵期，任何負面都可能動搖根基。對李嘉誠而言，呢個唔係情緒爆發，係不得不戰。豪門體系裏邊，分家只係開始，唔係結束。李嘉誠並唔係孤身一人企喺棋盤嘅中央，佢上有兄長，有3位家姐，哥哥姐姐清一色都係英美名校出身，而佢不過加拿大威爾弗里德勞里爾大學嘅文學士。喺呢個喐啲就哈佛牛津履歷嘅家族裏邊，呢張文憑講唔上耀眼。1985年，大哥李家傑畢業被召回接班嘅時候，佢先14歲，仲有個唔中意學習嘅初中生。等佢真正入局嘅時候，家族格局早已經成型。大家姐李佩文畢業之後就加入咗公司，服務將近40年。大姐夫李寧負責百貨業務，外甥女斯坦福畢業之後直接進入核心部門，掌握最賺錢嘅租賃業務。集團總師傅嘅位置則長期由姑媽李煥瓊嚟掌握。換句話嚟講，喺佢正式接班之前，棋盤早已經排滿。論排行，佢唔係長子；論資歷，佢最遲入局；論根基，家姐更深。喺咁樣嘅結構下，佢真正穩固嘅籌碼係乜嘢？家庭形象。太太徐子淇嘅1000億貴婦定位，4個小朋友嘅正統身份，一個穩定無瑕疵嘅繼承敘事。呢幾年，佢頻繁代表家族出席公開活動，新樓落成、慈善晚宴、時尚投資，一次都唔缺。佢唔單止係太太，更加係門面。
但當網友喺公開場合反覆嘲諷你老公外遇啦，你守唔住佢，嗰種聲音傳到嘅唔止係耳朵裏邊，仲會傳到董事會，傳到股東，傳到市場。喺家族企業裏邊，接班從來都唔係一朝遺燭就能夠解決嘅事，佢係一場持續嘅穩定考核。當創始人離世，市場觀望；當權力進入深水區，任何可能被解讀為唔穩嘅因素都會被放大。婚姻穩唔穩？係咪存在私生子？係咪有潛在財產糾紛？呢啲問題一旦被持續討論，就唔再八卦，而係風險。10年前爸爸仲喺度，所有壓力都有人頂住。而家佢必須自己企咗台前。當哥哥位置穩固，家姐根基深厚，外甥女早已佔坑，而自己嘅20歲嘅長女亦都即將入局。佢唔允許有任何婚姻不穩嘅暗示存在。豪門男人可以風流，但接班人唔能夠失控，可以有過去，唔能夠有隱患；可以有故事，唔能夠有懸念。多個50幾歲嘅男人開始主動清理舊罪事，佢腦裏邊諗嘅早就已經唔係情愛，而係繼承。因為喺豪門世界裏邊，唔驚情史被議論，驚嘅係喺權力交接嘅關鍵期，仲有人能夠隨時將舊故事翻出嚟。當權力進入深水區，所有故事就必須被清零。第5章，正宮無聲，徐子淇同豪門秩序嘅最後一道防線。喺呢場風波裏邊，最容易被忽略嘅，卻最關鍵嘅人，其實係徐子淇。外界盯住嘅係緋聞嘅真假，係官司嘅輸贏，卻好少有人真正去諗呢件事對佢意味住乜嘢。佢14歲入行，18歲赴海外求學，回流之後同李嘉誠相戀2年，就舉辦咗嗰場被稱為世紀婚禮嘅豪門盛典。之後8年4胎，從娛樂圈嘅新人到千億新抱，出到集團主席夫人，佢幾乎完成咗港娛史上邊最成功嘅豪門轉身。喺呢個體系裏邊，佢唔單止係太太，更加係身份嘅象徵。對徐子淇嚟講，李嘉誠嘅名譽就係佢嘅地位，李家嘅穩定就係佢嘅保障。呢幾年嚟，佢始終維持住一種近乎教科書式嘅形象，唔沾是非，唔講緋聞，專心育兒，低調社交。喺丈夫身後，佢從唔缺席重要嘅場合。李兆基離世嘅時候，佢以長新抱嘅姿態全程打理家事，穩住家族門面。李嘉誠接班之後，佢以主席夫人嘅身份出席商業活動，成為外界識別恆基穩定嘅一張名片。而周秀娜嘅傳聞持續10年，佢從未公開回應，冇控訴，冇暗示，冇情緒，佢選擇沉默。沉默係豪門女人最昂貴嘅修養。直到呢一次，李嘉誠高調入稟，某種意義上邊，呢個唔單止係為自己澄清，更加係俾太太、俾4個仔女、俾整個李家一個交代。佢要對外界傳達嘅信息好簡單：婚姻穩固，家庭清白，冇任何外來者可以動搖正室嘅位置。徐子淇嘅沉默同李嘉誠嘅爆發，並唔係失控，而係一種分工，一個守內，一個對外，共同守住2000億家業嘅大門。好多普通人睇唔明，咪就係一段八卦啫咩？至於搞上法庭咩？但喺豪門世界裏邊，名譽從來都唔係面子問題，佢係資產，係權力，係市場信任，係繼承合法性嘅基礎。李嘉誠呢一步棋，睇似對準周秀娜，實質打向3個方向。第一，對娛樂圈，豪門唔係流量素材，紅線喺呢度。第二，對自媒體同謠言，殺雞儆猴，唔准再碰李家嘅罪事。第三，對家族內部同市場，我能夠控制風險，我能夠壓住輿論，我能夠穩住局面，呢個係一場姿態宣示。周秀娜方面回應，深感意外同埋委屈，強調從未策劃傳聞，雙方各執一詞，最終真相交由法庭。但可以確定嘅係，李嘉誠要嘅從來都唔係一啖氣嘅輸贏，佢要嘅係10年緋聞徹底終結，所有非婚傳聞永久收聲，家族聲譽同埋權力結構紋絲不動。而當個男人開始用法律清理罪事，佢清理嘅從來都唔只係八卦。一段10年緋聞，一場突然訴訟，背後從來都唔係簡單嘅愛恨情仇。李嘉誠喺爸爸過身之後先喐手，唔係遲來嘅憤怒，係清醒嘅抉擇。佢真正驚嘅，從來都唔係八卦小報嘅幾句猜測，而係
爸爸唔喺度啦，權力真空啦，謠言一旦變成武器，足以撼動佢辛苦守住嘅一切。對千億豪門嚟講，愛情可以浪漫，婚姻可以體面，但權力同埋財富永遠只相信最冷酷、最果斷嘅規則。呢場官司無論結果係點，都已經講明咗一件事：豪門無小事，緋聞即大局。沉默唔係懦弱，出手只為生存。